我哋去過冰島、美國、澳洲、日本、韓國，一路向世界出發。我們以為可以一直這樣，一邊享受着樂迷的歡呼聲，一邊到處探索世界，做着自己喜歡的東西，然後一直到老。電梯又壞咗啦，我要上13層先至返到屋企。行咗好多日啦，呢啲就係力的表現啦。機坪也隨着世界的停擺而停擺了。成個專輯個概念由2019年度我哋就已經開始起草。過去嘅我哋其實每一個人都經歷咗好多，創作呢一隻碟呢，都係一路喺生活上攞到一啲唔同嘅靈感，將自己想表達嘅嘢用音樂去呈現出嚟。咁我哋喺呢一個咁多聲音、咁複雜嘅世界，究竟係點樣先至可以揾到真正嘅自己呢？